要打我连成第二，怎么你就给排第一？天下之大，唯我独尊。有了第六牛娘吗？千秋不言，老子公开过世界上最厉害的功夫，我走。葵花宝典，喝了果子要天下第一，都浪。也凌晨一样功夫呢，也没觉得弄来。趁大势贼，不拘小节。我不这样。天下第一。连成此功，也不必自宫。我的能力。你弄的你弄啊，这嘎子大乖个就弄了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